迎嚟臨我嘅頻道，我叫子欣。呢個頻道以粵語簡約風慢慢講書，分享文學、心靈、人生、哲理、讀物，拆解文字入面嘅溫柔與智慧。事不宜遲，準備開始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今天要同大家分享嘅一本書，在矽谷被譽為致富與幸福的聖經，佢就係納瓦爾寶典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嘅一本書，點解咁多人日做夜做，做到節積咁，都係咁窮？但有啲人好似日日行山、睇書、冥想，啲錢反而好似自動波咁湧入嚟。納瓦爾 Naval 喺書裏面講，如果你仲係靠賣時間嚟換錢，你呢一世都唔使旨意財務自由。時間係有限嘅，真正嘅財富係要嗰啲你瞓緊覺都會幫你做嘢嘅資產。二、分清楚財富、金錢同勞動。好多人將呢三樣嘢撈埋一碟，其實差天共地。金錢 money 其實只係一張借據，代表社會欠咗你嘅勞動成果。財富 wealth 係識得自動錢嘅資產，例如一間自動運作嘅工廠、一段寫好咗嘅 code、一套有版權嘅片，或者係收息嘅投資。地位 status 呢個係最毒嘅陷阱，買名牌、衝大頭鬼，呢啲叫地位遊戲喎。納瓦爾話唔好同人玩地位遊戲，嗰個係零和遊戲，你贏即係有人輸，要玩就玩。財富遊戲係正和遊戲，大家一齊創造價值，一齊發達。三、出嚟嘅獨門秘笈 specific knowledge， 致富唔係靠死衝，係靠專門知識。點樣分？有3點：一、教唔到，如果一學就識，咁社會隨時可以有人取代你；二、要好似玩咁，呢件事你做落覺得好似打機咁爽，但人哋睇落覺得係困難嘅。三、冇得自動化，係高度個人化，同你嘅天賦、經歷、性格鎖死咗。一句話，經啲對你嚟講係玩，對人哋嚟講係做嘅嘢，做翻你自己，根本冇人競爭得過你。四、建立個人品牌要有膊頭，有咗秘笈就要敢於孭飛 accountability。納瓦爾叫大家用自己個名去揾食，點解？因為風險同回報係成正比嘅。如果你匿喺公司後面，贏咗係公司嘅；但如果你用個人品牌行先，贏咗嗰份信用就係你一世嘅。複利嘅魔力 compound effect。納瓦爾係複利嘅死忠，佢話人生所有回報，無論係錢、人情定知識，都係複利滾翻嚟嘅。關係複利，合作20年嘅拍檔，信任成本係0，做嘢快人9條街。知識複利，底層邏輯通咗，新知識就會自動掛上去。結論：如果你個環境冇得滾雪球，快啲轉場。第2部分，致富嘅核武，槓桿與判斷力。6、點解勤力已經唔夠做？工業時代嗰套以前嘅多勞多得諗法已經過時。納瓦爾話體力勞動嘅回報係線性嘅，你得24小時，點做都有限。你想非線性咁爆發，一定要學識用槓桿 leverage。槓桿就係放大器，俾1分力收1皮嘢。7、3大改變命運嘅槓桿。第一，勞動力 labor， 叫人幫你做嘢。缺點最難搞，人有情緒，會射波，要管理，成本極高，每日煩到你嘔。第二，資本 capital， 錢生錢。優點，錢係最聽話嘅奴隸，唔使瞓覺。缺點，門檻高，你要先證明自己湊得掂啲錢，人哋先會借俾你。第三，零成本槓桿 code and media， 呢個係現代最強嘅核武，即係寫 code 同內容創作。無敵原因，複製成本係0。我錄一套片，寫個 app， 一次性投入，可以同時俾100萬人睇，100萬人用。最公平，唔使老闆批准，唔使銀行開綠燈，只要有電腦有腦袋，你就可以擁有一支數位軍隊。8、判斷力 judgment 先係真功夫。當你有咗1000倍槓桿，如果你推錯方向，損失都係1000倍。點解 CEO 咁高薪？唔係因為佢最忙，係因為佢要做決策。判斷力就係睇清真相嘅能力。要提升判斷力，就要學物理、學邏輯。
用第一性原理去諗嘢，唔好俾社會啲廢話蒙蔽。9，唔好競爭，做唯一。競爭係俾失敗者玩嘅。如果你同人爭緊，證明你做緊嘅嘢太普通。將你嘅專門知識加埋槓桿，你就會變成呢個世界上獨一無二嘅存在。第三部分，幸福嘅修煉，贏咗世界，唔好輸咗自己。10，幸福係一種技能，好多人以為有錢就有幸福。納瓦爾話錯晒，幸福係一種選擇，係可以練出嚟嘅。幸福唔係瘋狂興奮，而係一種缺陷感消失嘅狀態，即係你唔再執着過去，唔再驚未來，嗰種心靈嘅平靜先係真幸福。11，欲望係同自己簽嘅痛苦合同，呢個要寫喺牆上面。欲望就係你同自己簽嘅一張約，規定你喺未得到嗰樣嘢之前，一定要保持痛苦。我哋每日都簽好多呢啲合約，納瓦爾叫我哋有意識咁選擇欲望。一次過要太多嘢，個腦會輕機，留低一個核心欲望，其他放低佢啦。12，活在當下嘅科學根據，人腦嘅進化係為咗生存，唔係為咗幸福。大腦會自動危險，諗返以前嘅錯。你要做大腦嘅觀察者，當你焦慮嗰陣，問下自己呢件事喺呢一秒發生咗未？你會發現90%嘅痛苦都係你個腦老作出嚟。13，點樣訓練幸福感？睇書，但唔好睇暢銷書，睇啲經得起時間考驗嘅經典。冥想唔係要你唔諗嘢，係要你睇住自己諗嘢。不討好嘅自由，真正嘅自由係你唔需要同任何人解釋。14，結語，自己嘅人生自己救。最後，納瓦爾話呢個世界冇人可以代你學習，冇人可以代你發達，亦冇人可以代你幸福。你個身體、你個腦、你個靈魂係你唯一嘅資產。致富係為咗換取自由，而自由係為咗可以唔做自己唔想做嘅嘢。希望呢6000字嘅智慧可以幫你拿到自己嘅專門知識，攞起槓桿，最後得到內心嘅平靜。呢本就係納瓦爾寶典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次再傾。